大家好，我是第四组医师。咱今仔日真欢喜，大家搁一摆来阮兜来做伙读这个医学台语吼。这个医学台语的读册会已经有超过1冬的时间啦吼。真欢喜咱的旧来的、新来的吼，逐个朋友、教授、学者来做伙来甲咱斗相共这个医学台语的部分。一开始会有这个医学台语的想法，是因为我个人伫高医甲张学柱医师的斗相共，我甲张学柱医师伫高医已经开这个医学台语已经开超过10冬的时间。这对一个选修课来讲是真无简单吼，真少各大学咁共款，真少选修课有通安尼一直当10冬的吼，一直讲一个是讲严，一个嘛是歹势啦吼，因为选修课总10冬，表示讲即个课真重要。过奇怪，较无法通变做必修课吼，这嘛是因为现主是咱的台语也无够互人受重视啦吼，嘛是讲咱在搁拍拼的所在。But anyway， 就是讲对开课程以外，咱就开始想讲，要怎甲这医学台语搁不时咧进步，搁愈较请赢，会使讲会当进入到咱的正式的医学课程内底吼，这拢是一直咧思考的代志。所以，我伫5冬前开始做较属于研究的部分啦吼。研究的部分，即部分我一开始第一个想法就是讲，咱其实研究需要经费嘛吼，咱这个研究嘛需要讲，互正式的教育单位吼，咱知影吼，所以讲伫研究的部分，台湾上重要的单位就是国科会嘛吼。所以我时阵想讲，咱来国科会来用医学台语做咱研究的主题吼，来写一个计划来申请国科会的援助吼，即个金钱的援助啦吼。所以伫即5冬内底，咱已经写过真侪计划即5冬一直拢咧做，逐冬国科会什么拢有互咱差不多要到一冬差不多7、80万的经费来做即个工课吼。咱已经完成真侪工课啦吼。当然，因为对即个研究来讲，研究拢是久久长长啦吼，毋是讲1、2冬就会当有介好的成果吼。总是逐个若有趣味吼，甲我的名吼，电视中你甲拍入去 Google 内底，你就能看出咱过去5冬已经做出啥物成果吼。即届对即个国科会计划一直延伸出来吼，就是讲我的目标拢是要甲医学台语即节课要甲伊变做医学院的主流课吼。后摆甚至逐个学生拢爱修，若是爱修，就爱搁经过阮讲的一个能力的测验吼，就是讲你爱有经过台语的能力的测验，以后才会当摕到即间医学证书啦吼。这是咱终极的目标啦吼，上未来的目标。伫即个目标要达成进前，咱要先做着家己的工课吼。比如讲过去阮有一开始研究的阶段，咱就要先甲啥物是医学台语，先甲伊定义出来，收集即个资料，甲过去的历史文献，比如讲咱的来外科抗老学啦、身体理啦，吼，针剂甲新老的公用药方啦吼，这咱就一开始就先做这个传统文献。过来收集了，咱开始收集现代的，即马现主是伫病院咧发生的即个咧医疗对话吼，咱嘛是用至少2冬的时间去收集，去足一科吼，安尼去几10科40、50个医师的拢总的录音，伫门诊伊咧教患者讲话时阵录音，家己规个变做台语的稿吼，去甲分析，去甲伊的词抓出来吼。即部分收集的工课做一段落以后，阮开始做教材吼。所以即摆教材，咱嘛真侪朋友拢有斗相共迄种欠员吼，对即个医病教材嘛，搁迄个文章吼，咱嘛贡献诚侪，就是讲，咱甲即个收集到的即摆现代的台语的资料吼，就是医学台语的资料，伫
门诊真正发生的代志，真正发生的对话，才甲伊改做一个介活泼介有现代性的一个医病对话，来咱嘛已经做教材，咱嘛是上网吼。另外佫教材部分，咱佫有去年去年一档咱伫即个读册会，咱用足侪时间，用大家足侪朋友来做伙斗相共，咱做出一个叫做 MOIT 吼，即个 MOIT 意思就是讲是一个咱对用即个现代的台语去甲咱一个病发生的过程，一个病安怎伫厝内安怎发生，伫厝内安怎来来安怎来互医生看，医生甲伊讲啥物，未来应该安怎治疗，安怎预防，或者咱伫厝内做啥，你当时佫转来回诊吼，甲即个规套的即个医疗的过程，咱用20个单元吼，20个单元就包括各科相接看的病，甲即20个单元完全变做一个互动的教材。即个互动的教材内底，咱会使诚大声讲吼，就是讲你若甲即个，比如讲咱有一个内底一个教材是糖尿病吼，甲即个糖尿病对即个教材对头看到尾，咱会当保领讲用一个用台语讲的人，以台语做母语，也是讲你会晓台语的人，你看过即套的即个糖尿病即个规个教材，你着相当了解糖尿病安怎发生，你应该安怎预防，你后摆安怎做啥，遮拢总会了解。所以咱的目标就是讲要互着糖尿病的人，着糖尿病的台语人，也是讲想要了解免怎避免糖尿病的遮个台语人，咱会当看到即个教材，咱就随着会当知影讲病的拢总吼。即个病的拢总甚至咱已经超越，在我的看法，咱超越迄个华语人，伊会当得到的资料。咱的所有的遮个内底的医疗内容，拢是甲即卖现处时的医学的知识是同步的吼。毋是讲咱着讲一个足浅的物件，是讲咱讲过去迄个台语人知影的代志吼，这拢已经超过遮吼，拢已经甲世界即个医学知识同步。所以咱伫遮用一档的时间真拍拼，甲20个病，甲遮个部分拢做好势。即个是一个会当家己读、家己学习的一个课程吼。你这网络即摆嘛已经出来吼，伊伫咧拍 MOITT 吼，你会当看到咱的即个规套的内容吼。这拢是免费互大家使用吼。这内底若有文字、有图样，嘛有一个声音吼，就是讲咱迄内容拢是会当读出来吼，就是内底有台录音读出来。所以我想这是这若讲伫台语家己第一摆吼，这连华语嘛无即款物件吼，华语嘛无一个网站哦，一套咱要教育患者的教材会当做到遮尔完整，搁遮尔先进吼。我讲的先进就是讲，伊完全甲咱的即摆现主持的医学知识是同步的吼。就是讲，咱即摆你若即摆去咱的台湾医学中心，迄个医师应该爱互你知影，你着即个病，医师应该互你知影，拢伫即内底吼。甚至我想咱嘛知影讲，有当时医师较无用嘛，无法度甲你讲遐济吼。不过你若看即个教材，我想医师，你若去看医师的时阵，医师会带一个吼，讲你家知影遮济吼，连对头到尾尾要怎治疗是讲要怎保养，啥物你拢知。所以我想即个是一个正内底咱去感觉讲，咱有一个成果的一个物件啦吼。我感觉伫遮嘛真多谢咱所有的成员，伫遮咱斗相共做即个工课。在我的看法就是讲，医学也是讲病，这是每一个人上注重，搁上惊吓的吼。注重的意思就是讲，大家拢想要讲伊有一个真好的结果。惊吓的所在，若是大家拢真惊讲，即个病咱要怎处理？后摆有即个病，咱会对即个病无了解，会去感觉心内会有惊吓。所以即个若对咱一个咧推销台语来讲，我感觉医学台语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教育点吼。
啊，即个介疑点就是安讲，因为讲大家拢真关心这个病，大家拢想讲要了解较济。啊，即摆现主是台湾的医学界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大多数的讲台语的人去到病院，伊无一定，而且大多数的时间无法度得到介好的用台语解说的一个医学知识。啊，即部分咱就是想讲，伫遮会当提供咱介绍即款用台语来写的医学文章，用台语来做的医学教材，用台语来做的医学卫生教育。吼，我想这是咱即个 group， 吼，咱即个读册会上感觉上重要，嘛是想讲要甲即部分搁继续做的一个迄个上重要的一个想法吼。啊，所以即今年阮搁甲即个规个医学台语即个搁塞起哩搁另外一个展出，就是讲，咱过去已经教材，过去文献教材，啊，包括咱的即个卫生教育的物件，拢差不多已经做到有一个展出啊吼。啊，过来就是讲，咱要怎搁甲咱做个遮台语的物件，真正塞入去医学教育内底，因为民众的教育当然是介重要。啊，毋过我想咱若要讲搁互台语，也是讲互规个台湾的医疗界了解讲台语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恁咧发展医学的时阵，袂使袂记哩讲医学爱变做台语化，即个代志咱一定爱甲规个物件塞入去医学教育的体制内，安尼较有法度真正做一个影响全国的医师，影响若是医师尔，讲气管医师。护理界，即要影响医疗界一个介重要代志。所以今年阮要继续做，就是讲，阮要发展一套教材甲伊的评量的方式，来互医学生会当伫即个医学台语的教材内底，若是学着台语的知识，学着台语医学的知识，啊，而且咱嘛要甲伊看讲伊到底有学了好歹，吼。我知影大家拢知影讲教育介重要。就是评量，吼，一直学，啊，你若无评量，你就毋知影讲伊到底有是学得对还是毋对，吼，啊是讲伊的学的效率安怎，啊伊到底有入去无，吼。咱过去10当来的教育，甲台语以后台语的教育有一个困境，就是讲，咱因为拢一直选修，所以并无法度真正讲知影讲学生到底伫即个过程内底到底学偌济，吼。啊有当时要求伤。有几档，我就想讲，要甲要求较严个，啊要求较严以后，就变做过档的学生就收的就少，吼。安尼变做对咱来讲，这嘛是一个无彩啊。咱想讲，因为这个推广的阶段，咱要互愈侪学生来接触到这个课，啊听这个老师咧讲医学台语的重要的时阵，咱若愈少人，咱就影响咱就愈少，安尼影响的展出愈少，所以这嘛真，所以这个变做是一个两难的状况，吼，就是真个麻状况。啊，所以咱即马，所以即几档的想法就是讲，咱爱发展一套教材去加评量，吼，啊，即个评量，当然咱以咱即个 group， 遮细 group， 要讲要提出一个讲会当未来会讲一个专业的医学台语的即个评量的一个中心吼，这当然嘛是一个真好的目标啦吼。啊，我总是就是讲，咱即摆发展的就是讲，我一开始就想讲是，咱会当至少用出20个题库，甲包括教材的题库，啊用这个教材啊甲配合这个评量的题库，咱就会当至少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医学台语的课。啊，这个台语的课，毋若讲是讲。教学生医学诶台语尔，吼，咱会当变做讲，咱会当对即个评量的结果，咱会知影讲伊即个学习的情形是安怎，吼。啊，即个规个题库尾后，我嘛想讲会当来进入迄个，因为咱的题库、教材题库规个拢创好了后，咱会当去进一步进入正规医学的一个课程。啊，即摆即个正规医学有一个真重要，叫做临床医学有一个叫做 OSCE 吼。